關心昨暗頭啊，有一隻客船號做滿天星1號，對澎湖要駛去嘉義布袋港，說是意外跨沙，船頂235個人受困佇咧海上。雖然落尾攏有平安，互人接上岸，不過有一個有心的旅客，那就是人咧無爽快，互人送病院治療。烏烏的海面上，遠遠看到滿天星1號總算入來到嘉義布袋港。這隻原底7月19暗時6點就應該到位的船，晚2點鐘才入港。可能是今天的風浪比較大，比較大，那可能那船舶有一些，就是有一些偏航。碼頭邊業者海巡甲救護車早就傳咧等，因為船頂攏總載227個拄仔為澎湖轉來台灣的旅客，佮加上8個船員，攏總有235人，其中一個有心人身體無爽快，在醫護人員幫助之下，坐軟轎送病院觀察。其中有一個孕婦，她剛剛就是因為有身體不適，所以也有叫我們布袋消防分隊來前往做一個送往醫院做一個救治。落船了後，總算會當透一口氣。有旅客表示，船跨沙的時，業者哪像無任何說明，是大家主動穿救生衫。有一度好像快翻船，大家就太緊張，穿救生衣。停在海上啊，然後也連走都沒辦法走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搖搖晃晃，搖搖晃晃，大家也不知道要怎麼去。因為拄仔好是旅遊大季，佮加上前一天澎湖放年會，客船差不多攏坐甲甜甜，業者也趕緊傳洗手仔佮飲料，安打旅客的情緒。船公司表示，那像因為風颱過了，布袋港外口有積沙，才會互船隻跨沙，加在派出拖船，甲滿天星1號平安拖轉來。後手會繼續調查，釐清責任，確保袂閣再發生意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